海關機場課肩負起喺香港國際機場為航空旅客同空運貨物提供高效率嘅清關服務。我哋偵緝及防止走私販毒，保障應課稅品稅收，保護知識產權，執行進出口貿易管制以及履行國際義務。機場科人員24小時輪流值班執行職務，分別被派駐機場1號及2號客運大樓、海天客運碼頭、海運碼頭、空郵中心、商用航空中心、各個空運貨站及停機坪檢查站等。航空旅客組負責客運大樓內嘅旅客清關，海關採用清關室清關模式，並且參照國際慣例，引入紅綠通道系統。攜有應課稅品或受管制物品嘅旅客會使用紅通道作出申報，其他旅客則可以使用綠通道。系統將旅客分流，縮短清關時間。根據風險管理原則，海關人員會喺綠通道適當地揀選旅客作進一步檢查。喺清關室內，海關人員利用各種高科技儀器，包括 X 光檢查機、離子掃描器同埋金屬探測器，對旅客及行李作出檢查。機場科亦有一批訓練有素嘅緝毒犬協助執行職務，完善嘅配合令清關工作更快更有成效，優質服務得到保持。海關更會為旅客提供各種服務，包括加簽暫准進口證同各類入口證，處理應課稅品事宜，以及接受旅客查詢。航空旅客可以利用機場禁區內嘅海天客運碼頭，坐船往返機場至內地同埋澳門多個口岸。配合海天客運碼頭嘅運作，海關會為該類旅客嘅轉口行李提供清關安排。航空旅客組亦會派員到商用航空中心，為該中心嘅旅客同機組人員提供同樣快捷方便嘅清關服務。停機坪組負責喺停機坪範圍內執行職務。突擊搜查隊負責監察機艙行李及貨物由航機卸下，亦會利用先進儀器同緝毒犬喺有需要時對機艙行李作出初步檢查。停機坪組亦會搜查飛機，以及喺停機坪各個檢查站突擊檢查離開機場嘅職員同車輛。海關機場科建立咗一套高效率嘅空運貨物清關系統，系統與機場內每個空運貨物營運商嘅電腦系統聯繫。利用呢個系統，海關得以全日24小時以電子形式與空運貨物營運商交換貨物資料以及清關信息。空運貨物資料研究組利用系統核對貨物資料，並配合部門情報系統篩選高風險貨物作進一步檢查。空運貨物入口組及出口組人員駐守各個空運貨站，為各類貨物提供快捷嘅清關服務。喺貨運站內嘅海關驗貨大堂及各個檢查點，海關人員可以登入空運貨物清關系統，讀取貨物資料及清關指令，進行貨物檢查。海關設有特定驗貨場，為海鮮蔬果之類嘅鮮活貨物作出即時檢驗，以便貨物喺最佳品質下送往收貨人。專業嘅海關人員配合先進嘅資訊科技，令清關工作更快更有效。喺空郵中心內，空郵隊負責處理空運郵件清關，防止有人利用郵包進行走私販毒等活動。
中港貨運流量日益增加，海關機場科提供嘅清關模式亦相應變得多元化。抵港後，再經陸路運往內地嘅轉口空運貨物，海關會喺空運貨站內提供一站式清關服務；而經機場轉口往來珠三角地區與世界各地嘅貨物，海關亦會喺海運碼頭提供一站式清關安排。一站式清關避免同一貨物於不同管制站接受重複查驗，縮短清關時間，增強轉口貨物嘅運輸效率，鞏固本港物流業嘅競爭力。海關機場科一方面提供便利商貿嘅清關服務，另一方面亦致力打擊各種走私販毒等活動。機場科更會與內地以至海外執法機構及其他政府部門保持緊密聯繫，交換情報，打擊跨國犯罪活動。海關機場科以專業進取嘅態度，積極提供最優質、最完善嘅清關服務。我哋時刻竭盡所能，致力為香港嘅繁榮穩定同經濟發展作出貢獻。